咱对你好，恁来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不恁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大声讲出恁是啥物队？阮是云林囡仔兄，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廖文泰，我是廖武丁，我是周立文，我是周立文。哦，恁好恁好，拄啊好啦。我甲你讲，阮船仔顶哦，最近有一个问题，我一直拢解决袂掉啦。就是哦，阮常常买金蕉，啊，大概食，啊，拢剩钱的。啊，剩钱的时阵要安怎？是我要食，啊是要白大虾，啊是要红小芹，恁感觉咧？分一半，分一半。好来，分对半，分对半，分对半吼，我来甲算一下，安尼，一半差不多是安尼。啊，无说你，无要紧，嘛是会使食。哎，红小芹白大虾，来，这个钱的金蕉哦，我拢无食，留互恁食啦。来，哎，白大虾借互你。来，红小芹借互你，你有教配哦。感谢尊长。哎，免客气。大姐，尊长我有问题。哎，安怎？哎，是安怎？大家拢是大汉哦，伊好厝摕拢比我较济啊。顶间迄饼哦，嘛是伊较大地，我较细地；饮料嘛是伊较大杯，我较细杯。啊，这哪有通我够食？无啦，莫哭啦，无啦。不是啦，我拄则条边，嘿刚安刚怎？听到迄小静是小静，你是咧哭是无？无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啥物代志？讲真诶，小朋友啊，小静是安怎哪里哭？因两个本的金蕉无共大，哦，无共款大细，还是相分诶。伊哦，准长哦。哎，啊，无我头前溜手啊，我毋是挑猪工的啊。我甲恁讲，生活中有时阵会感觉对方咧大细心，啊，毋过咱需要用这同理心哦去处理。啊，小姐你嘛当哦表达你的这哦感受甲想法，互尊长知影。啊，若是尊长真正讲袂出这的时阵，这个时阵你就当找第三方来做调解，啊，你当找阮啊。对啊，无你讲看呀。三工啊。今日太阳对我伫遮，我就要用刀告出来。这个好打药啊！我问你，哦，你问。大家拢这样偏心，对袂大的较好。你讲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毋是啦，我哪有可能讨厌你啦？我是知影恁两个做工课拢非常辛苦。哈？啊，只是讲白大虾伊的工课就是较粗重的，需要食较济，较有气力啦。啊，而且伊的年纪佫比你较细，就希望你通较捌代志的。啊，你就甲我体谅一下，好无啦？歹势，毋是你亲像你安尼大细心这个问题啦。好啦，我知影啦吼。无我甲你讲，啊无即摆安尼，咱就吼以后轮流嘛，甲白大虾我甲伊轮流啊，安尼我较欢喜。哦，安尼哦，诶，好轮流就对啊。哦，非得哪有代志有解决就好啊，解决就好。诶，是讲哦，我感觉小静你有时阵嘛是爱安尼好好学习去调整家己的这心态，啊，减少对别人的过度的这不满，安尼你家己嘛会当较快乐一点点啊啦。诶，昨天我要甲你讲一下，今日来的小朋友哦，拢是兄弟啊。哦，哦，伊是一组，啊，因就会当甲你讲一寡方法，安怎哦才会当公平啊？爸爸妈妈安怎分配物件？唔知。唔知？你问你讲，阿兄你讲。向先食，啥物？就向先摕着就先去食。哦，安尼哦，袂敢会弯？袂啊，袂哦。温太甲有定，恁是安怎处理即个？加倒石头纸。哦，侬用客的就对啊。哦。诶，啊，恁有互相有熟悉无？有啊，是啊。有啊。阮妈妈是因妈妈的姐姐。亲的姊妹啊，亲的哦。对啊。哇，这拄好。哦，无怪因安尼哦，可能配真饱哦。差嘛，咱秀起诶，来。感情应该足好的哦。啊，而且我要甲小朋友讲一下，其实哦，大家相处上重要就是公平甲尊重，毋是哦，啥较大声，啥的动作较紧就赢，应该是大家讲讨论一下是安怎要安怎来分场，才袂去互感觉安尼大细心。啊，重点是学习去表达家己的需要甲需求，莫我伫咧生活内，安尼大家才会当好好。诶，组长，嘿，我拄好。嘛，一下想要哦表达我的心情。想要食金蕉无？来，金蕉配，莫客气。
我无煞食香蕉皮，我无失恋。不是啦，我今仔来哦，重点哦，有一寡代志需要做啦，我就是希望会当摕一寡物件转去啦。我知影你想要摕保障对不对？想要来挑战就对啊。是啊。好啦，我嘛是真感谢哦，头先阮分袂平的这件代志，你有替阮排解。多谢恁啦。对，恁来摕保障好无？好。准备好未？好啊。来，准备接招，来个！叫阮的名，这关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红呢。哎，兄弟啊，做伙来摕宝藏，敢摕到咧？啊，恁头壳顶什么字？敢知影？知。来，大声个念出来。惊。开嘴。恁平常时敢会惊开嘴？袂啊。袂啊，好好。拢袂避暑啦。看恁连面表现就知影，恁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安怎来摕到大片？咱拢总有15尾鱼啊，4地有1块大片，8地就有2块大片。准备接招哦！现在卡，脆皮啊！来出。吹。哎呦，来，掏钱，来这。来这，来这，新华容易啊！哎，来，掏钱。食袂饱。你是干几回？不然知。食袂饱啦。食饱袂啊，食饱。谢，食袂饱，食袂饱。哎呀，来，先好啊，来。来，bonus 来，靠掏钱。低价低价豆腐，人食就好。哎，水啊！水来，人食嘛。就好啦。差不。来。哦。还是要讲你就会上我物件无？食足摆。但是你这就 pass 哦。还是 pass。pass。好。尽量讲，平常拢袂饱呢。吹。啊，尽量讲哦。请问。水啊！啊，阿兄拢就知啦。哎呦，就知啦。歹势。哎呦！机会啊！搞！是你啊，第一个。你那个金嘛？来，这份。水啊！这个。吹。哎呀！八宝。头顶什么字？听清楚。对啊，你加入我。来。大麦讲哦。好呀一句，歹呀一句。哎呦！哦，阿兄大知影啦。吹。来。不要紧。不要紧。来，讲袂出来，阿兄处理，不要紧。我考你哦。好来。我知你有大，你想要讲出来啊？你试看卖。多啥？多加。多啥了？李完，做念你念一解。食饱未？较大声咧。食饱未？哎啦，咱家就好情况，食饱未？食对不？饱。啊，你头先那讲食袂饱。还是讲中昼便当伤细粒。好啦，歹势啦，下面互你食到饱的。食饱未？做念一解。食饱未？低价豆腐。人食就好。敢知什么意思？以前的猪拢食一块一块豆腐。豆腐，哎，啊人即马看到别人的会拍就好。对，所以就对咱人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就安尼知吼？好，来纠结，就是华语讲好久不见，啊，足久无看，袂歹哦。除了食袂饱，淡薄互咱惊到。食袂饱。啊，啊，毋过因分数真饱啦。是啊。 8分2块大屁股加上 bonus 3块，请摕。阿定，你去摕，你只在摕3块，啊念出来大啊屁大声甲念出来。比下好，再来。马祖鱼，再来一个。
山马啊，还是蚵仔菜，是轮班？会哦。会哦嘛，轮班。轮班。到起你。两个耶。好，来下。哦，真知哦，台语练得真好哦，三块大片随叫摕去啊。后一关来，准备接招，一对角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扔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。啊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的保障就安全啦。好尾来的囡仔兄弟队啊，我跟你讲，伊是大家族哦。另抓反正是换姊妹仔队来。哦，安尼嘛是袂歹呢。哎，恁除了恁家己兄弟啊，敢有其他兄弟姊妹？问题恁？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和一个弟弟。哇，今日咱是5个哦，哇！我你问你咧，恁厝的有其他兄弟姊妹无？一个弟弟，一个我，还有两个姐姐。个人的姐姐，哦，你有2个姐姐，所以因兜是4个。恁个4个。哇！姐姐差恁几岁啊10岁吧。哦长辈，差较多呢。呢。哦，恁有一个弟弟，弟弟即马几岁2岁。 ？2岁。哎，跟差拄多会晓行路尔呢。因兜敢若出侪真侪趣味的嘿，感觉因代志通分享。啊，毋过要来摕大片啊！好，安怎摕到大片？有看到顶面的字无？有只，有条，有杯，佮有粒。这是单位量词。安怎摕大片？6题有1块大片，12题就有2块大片。来，加油，准备接招，一对角，抢分数。加油哦！来啊！第一粒球会去倒一个单位量词咧？阿关，爱用手指黑啦，条。来，转来，嘿。阿关，完食袂饱，我会用体力啦。一条。下个派来要用黑啊！伊就是食2粒便当啊。来条，一条面线，一条面线，一条命，一条命，雕蛇，一条蛇。啊，这还是一是个尾哦，那是尾蛇是尾，一条啥？一条面筋，一条面筋会用的，条起锅，条起锅好好摕。来，分数。继续甲唱落。你若搁去调，因可能调袂出来哦。啊，再来个调，阿调真正会调的哦。调的对哦。哦。阿关，你看伊都无啥体力啦，有无？那个条啊，换一个，一只，去食吧。只。好来，食，一只狗，食狗，一只兔啊，好啊，一只鸟鼠，食鸟鼠，对，一只猪，一只猪，好。来，咱较后壁的哦。袂当去讲动物啊啦，安尼。哎呀，动物后摆袂使讲，后摆就是啥物？囡仔袂马仔卖讲，粒来，粒，一个苹果，一个苹果，一个糖啊，一个糖啊，一只球，一个球，一粒青春豆，一个条啊，哦，一粒山，一粒山，好啊，一粒山。哦，这是浪费时间。这个青春豆条啊啦，一条啊，条啊。浪费你的时快点哇！你对间。对甲恁哦，恁看恁厉害啦。你真无共款，要讲一个啊，飞。有点好，时间要到哦。有点好啊，阿华，阿文卖坚持。我加油啦！来杯，一杯牛奶，一杯茶，一杯酒，一杯酒，两角银，两角银，两角银。清水，望清水，望江水，望清水哦。一杯果汁，好啦，过关。这是浪费时间啊。真正是。有无？啊，有简单的通讲，你就歹讲啦。来学习哦，对调开始。条哦，头先有讲到一个，唔对哦。蛇是尾，是尾蛇，念一解。一尾啊，鱼啊是啥？一杯鱼啊，对，甲蛇同款。来一条，条佫有啥物？一条新闻，一条哎呦，厉害哦！小新闻上条咧，一条烟枪，哎，很强嘿，一条歌，一条歌。岩椒，安尼来学习粒，粒有人讲青春豆，
青春刀，青春刀。青春刀。你敢过有这种问题？我有时你无啊，你无啊，你无。青春豆华裔青春豆，咱是讲条啊，条啊，就生条啊，生条啊子。啊，粒个有啥物？一粒巴掌，哦，一个巴掌，对，哎呦，厉害厉害。比较珍珠，珍珠，一个珍珠，一粒，一粒头，一粒哎头，头，一粒头掉头的用粒啊。好，哦，有来到16分，有2块大片呢，下题。赶快摕着大屁大小概念出来。两地。对哦，来个一个。树夹吧，好，干啦，大起你。来家，惨嘛惨，哇，第3关无秀起来袂用的。困难困难。来，上尾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干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仔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来哦，好尾来兄弟队，听讲你有传的真有气势的队伍，要来讲，敢准备好啊？准备好了。好哦，准备好就开始。训练连豆囡仔兄，小少来到台北城参加录影摕宝藏，我想要摕第1名。训练囡仔兄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哎，这种棒真正的，安尼咱有队伍，迄个。咱应该先想一下，咱先想我即马都袂有。对。哎，好，队伍恁看看讲。哦，啊，这像想的。阿妈。老师，老师，哦，老师想的。哦，哦，啊，毋过嘛是表现得真好啦，讲甲真知，而且佫有豆腐。好，啊，我头脑想伫安尼。啊，那你想着啊？啊，想好无先甲我讲。不要紧，阮两个甲你讲就好。免讲话哦。免。好，来。 1、2、3。黑毛我爱你，黑毛我甲追随你。对啦，我想听。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对不对？哦，你看阮气势嘛是真好哦。啊，安怎摕大片？甲恁讲一下。2题有1块大片，3题若拢过就2块大片，了解哦？了解。了解。了解。请就位啊。小朋友就位哈。到底上尾通啊摕到几块大片咧？现在卡。对。阿华啦。进去休困啊，哦。这较轻的，较轻的哦。你想喝挂？不是啦，你啦。好，你比。伊抓冰冻，你较轻的。你比抓冰冻。伊毋是带遐啦。嘿，你别定无伊。啦，这里啊，哦，恁派阿华仔出来，什么代志大条啊？好啦，你较认真的你到啦。位。阿华伊足认真的，只是无认真啊。你好乱哦。啊，我是你好乱。你哎，我跟你讲，好啦，请讲。面烫甲火灾。好，请讲。面烫甲火灾。去种树火灾啊！我摕装水的面桶去救灾。哦好，对对。来，一个。啊，我上去了，你哪来接？哎，别再讲卡着哦，你拍着哦，较紧的，较紧的。较嘿，门卡较较紧的，门卡较紧的，安尼用拍的，拍。嘿啊，紧啦，紧啦哦。请讲。我感觉安怎，想要安怎？我感觉超戆，想要去休困。哎呦，对。啊，一个。对对。阿辉啊，哇，时间够稳讲起来。我拍着。后摆讲着要靠时间哦。5秒。请平心，唔免贵的。阿华仔，你敢少对嘞？我知啊，我也无这选出来。刚刚就欢喜的阿玩。你讲你去。来给你。我感觉看到这公司。加油！哇哟！请讲。水。安怎卡袂着安怎？做代志唔通卡袂着，就要放弃。哎呦，过关！而且还有1分钟时间。面烫甲火灾，头先其实做句算讲了袂歹。是啊。啊，毋过伊讲面烫蒸水。去蒸水，应该用底。对哦。面烫底水，讲一解。
面烫滴水，嘿，用面桶去滴水，面桶甲火灾试看卖啊一个。我摕面桶去要去滴水的时阵，发现遐有火灾。哦，会用的啊。安怎卡袂着啊？伊头头讲迄足好的呢。真好咧，你搁讲一个有台听看卖好无？做代志毋通卡袂着，就要放弃。真的。哦，啊，其他的，食物件的时阵袂使卡袂着就歪食啊。讨债对哎啦，唔买通讨债啦浪费啦。。你看，今仔日表现了真好哦。哎呦，真的。有一句话是安尼讲啊，拍好掠贼，亲兄弟，就是这种的啦。嘿啊。来，团三分，队合作。啊，还有下回两块大摕到片去摕啦。来，全部扫阿打。文，来，我这个念出来，你摕啥？大尾啊，大尾啊，乌红橙，好来，大吉利，哦，摕了了啊，扫打扫打。扫打。好，来加。哇，摕了了啊！来，到底摕到的是金箍箍还是宝藏嘞？进来看。哇，真高，摕到7块大片啊！嗨，好物讲福国小是无？对，对，你想要甲空的迄位放伫倒位？会使煞看恁哦。也是讲要减摕2、3片。安尼，安尼就好啊。米下中啊，米下。你下要伫中就对啊。嘿，对。来，阿元，手甲换咧。我讲请8是毋才8哦，爱8超过米下哦。到底摕到7块大片的囡仔兄，敢摕到宝藏咧？请8。哎呦。啊，嘟嘟好，迄个嘟嘟好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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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班长。欢迎你们小朋友啊！哇，摕到什么款的宝藏？哇，这大客啊！哇，来，送我你。哇！大阿妹才有生意。哇，美呢？我甲你讲哦，咱今日送的这项非常的厉害，是咱台湾设计师设计的。啊，伊这个吼无敌的迄个无敌系列啦系。列的吼，伊内底有做侪种款的，有咸的啊，还是猫啊，做侪种的。啊，你爱家己斗，啊，摕迄吼，迄个片子啊，是加刀啊，甲先加起来安尼。爱用心。对哦，爱用心家己斗啦。嗯，而且咱这个设计看起来，哦，真趴，真厉害。佫真气派而咧，且这种物件就是安怎，爱澎湃。澎湃啦，大客澎湃，送我才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有定，参悟落来心情啥款？今日爱算起来，感觉这块了。这快乐哦。阿元除了巴肚枵以外，你有看什么阿文的款的感觉啊，我手势？一直在表。伊专业的 model 啊，专业的 model。啊，你今日参悟落来心情啥款啊？你甲阮分享一下。欢喜吧？有啦，有就好啊。是这个换便当，这边换便当吧，换两爸爸。啊，你咧？就欢喜的。欢喜。呀哈你。问你咧？就好耍的。好胜好胜哦。好啦，继续讲台语，就有机会佫摕到宝藏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